Taste of fat. 頭30大成交股票由大至小以成交排列，最大成交股票排最下。今日上升有15隻，下跌有15隻。如果再以收市升跌幅重新排列，最大升幅3隻股票分別係98630跑汽車上升13.0%。175吉利汽車上升4.7%，2382舜宇光學科技上升2.8%。如果將收市升跌幅改成沽空比率，再以沽空比率大小重新排列，沽空比率最大3隻股票分別係3033南方恒生科技，沽空比率63.8%；7226XL2南方恒科，沽空比率36.4%；6160百濟神州，沽空比率34.7%。5天1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34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06隻。10天2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34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17隻。20天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1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35隻。50天2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7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7隻。5天10天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70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61隻。10天20天指數平或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7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48隻。連升或連跌3日股票成交要喺1000萬以上，連升3日股票有39隻，不過只會顯示最大升幅頭30隻股票。連跌3日股票有28隻。保力加通道收窄並突破股票，出現通道收窄並向上突破股票有6隻。通道收窄並向下突破股票有5隻。平均線多頭空頭排列股票，出現平均線多頭排列有股票58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30隻股票。出現平均線空頭排列有股票13隻。依然維持或剛出現強勢有股票130隻，今日出現強勢信號仲有股票13隻，而只有當中最前面10隻股票會顯示陰陽燭圖，分別係98630跑汽車、2016浙商銀行、1963重慶銀行、2328中國財險、2096先聲藥業、1336新華保險、838億和控股、316東方海外國際、696中國民航信息網絡、87號太古股份公司 B。 我哋再跟進之前提及嘅130隻強勢股票，如果再要求成交額唔可以少於5000萬，呢家強勢嘅股票下跌至72隻，我哋再以強弱去重新排列呢啲強勢股，圖中只顯示其中頭30隻股票，而只有當中最前面10隻股票會顯示陰陽燭圖，分別係28582陰集團、6181老鋪黃金、9985衛龍、15303生製藥、
9992普普馬特，6069盛業，667中國東方教育，6990科倫博泰生物 B，2388中銀香港，33300寶黃金。Taste Effect 第三部分股票表現已經完結，最後為港股通分析，會喺清晨2點前上線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